首期5萬蚊，月供6000零蚊，住翻咁靚嘅一個一線湖景嘅單位，有埋成7米嘅景觀露台，133方嘅精裝大4房，南北對流雙露台嘅戶型嘅，嗰邊做翻生活露台，仲要送翻全屋家私電器俾你，你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。睇下每間房飄窗位全贈送，配套齊全噶啦，包括廚房位哈、廚櫃、3件套、雪櫃呢啲，仲有冷氣呢啲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直接你就可以拎包入住，望翻一線湖景嘅單位。平時喺香港澳門住得咁壓抑，真係要嚟呢度睇下啦。呢間房出露台添，採光通風面非常之正嘅。最後就主人房位置啦。咁呢度呢，周邊嘅街鋪都已經係全部開晒業噶啦，大概20分鐘到呢，就可以到翻關口嘅。有翻屋苑直通巴士啦，可以直達翻香港嘅荃灣、太子、尖沙咀嘅，個半鐘就可以到翻太子噶啦，方便快捷嘅。首期5萬蚊，月供6000零蚊就可以噶啦。有興趣港澳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